古語有云：為國之道，在於富民；富民之要，在於謀遠。2026年嘅撥款條例草案呢，唔單止係在眼於當前嘅財政安排，亦都着力於培育未來嘅動能，投資長遠嘅發展。面對外圍嘅挑戰，特區政府以積極進取嘅態度推動創科、金融、人才培訓、北都等嘅發展，同時兼顧民生需要，呢個係值得肯定同埋支持嘅。呢份預算案呢，唔單止係助力施政報告嘅計劃嘅開展，亦都為香港長遠經濟高質量發展、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呢，做好嘅安排。我全力支持呢份有深度、有高度、有溫度嘅撥款條例草案。預算案嘅主題鮮明，創科驅動、金融賦能、多元發展、關愛惠民。喺創科領域方面呢，當局成立 AI 加同埋產業發展嘅策略委員會，去推動生命健康科技，加快新型工業化，培育新質生產力，令到香港喺人工智能、生命健康、新材料等領域呢，成為國際嘅策源地。我尤其支持廣納專家、學者、企業同埋科技園區公司去參與呢個跨界別嘅協作模式呢，同我一路以來倡議嘅法政產商學研投7位一體嘅生態圈理念呢，係不謀而合。唯有打通好法律、政策、商界、產業、學術、研究同埋投資各個環節，先可以形成一個完整嘅創新生態，推動香港實現真正嘅產業升級轉型。香港發展創科唔應該求大求全，係應該聚焦於具基礎、具優勢、具國際化條件嘅領域，走出一條專精特新嘅具香港特色嘅高質量增長嘅路線。例如喺法律科技、金融科技、醫療科技、知識產權、仲裁調解同埋跨境數據等多個領域呢，我哋建立好我哋嘅核心嘅競爭力，形成一個高增值、可持續嘅 AI 產業嘅生態。所謂呢，成也 AI， 敗也 AI， 得 AI 就得天下。當前人工智能嘅發展呢，一日千里，但係社會呢亦都廣泛有啲憂慮嘅。唔少市民係憂慮緊 AI 發展嘅紅利呢，淨係跌落於少部分掌握資源、技術同埋數據嘅人手上，而普羅大眾嘅市民可能呢，有慘痛咁樣有啲職位嘅轉型，甚至係受到一啲經濟嘅壓力。近期有國際嘅報導指出人工智能已經影響到美國今日啦，每月係損失25,000份工作。雖然每月同時間有夠1000份新嘅工作，但唔係個個都可能可以參與新嘅工種。正因為咁呢，政府嘅角色就更為重要。我認為當局應該繼續堅守以人為本嘅方針，一方面要積極發展 AI 嘅發展，另外都要支持本地嘅產業成長。再者亦都要加快完善有關嘅監管嘅法規，去促進創新嘅同時回應社會對私隱、問責、倫理同埋就業轉型嘅關注，協助本地 AI 發展同埋國際專業嘅標準接軌嘅。咁AI 先至唔會淪為少數人嘅利益工具，而係真正能夠轉化成為提升公共服務、推動產業升級、增強社會整體福祉嘅力量，讓廣大市民可以更加享受呢個科技發展嘅成果。香港要保持我哋嘅國際競爭力，我哋必須繼續去吸引國際企業同埋人才。呢個係預算案嘅長遠眼光。我身為法律界嘅代表上任之後積極同埋業界、同政府、同司法機構去討論跟進大家關心嘅議題。我好開心近排見到有關方面順應民意，最近喺等咗好多年之後再去更新律師按時收費率嘅指引，鼓勵更多律師係全程參與法援嘅工作，令到市民更加可以享受嗰個平靚正得到公義彰顯嘅感覺。我希望可以解決法院排期長嘅問題，增進司法機構處理案件嘅效率。同時香港亦都需要建立一套法定嘅企業挽救制度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點解可以長期缺乏
法定嘅企業挽救機制咧，呢個情況咧已經大大削弱我哋嘅國際競爭力，亦都喺國際嘅競爭力排行榜裏邊咧，令到我哋咧唔能夠跑到最前。咁我希望我哋呢方面可以議員們一齊合作，同政府同埋各業界去營造共贏，幫助預示一啲情況真係出事嘅話咧，我哋可以幫助股東啦、僱員啦同埋債權人多方去減低佢嘅損失。我哋需要更多嘅惠民措施，我哋進一步改善生活嘅質素。外圍嘅風險提醒我哋咧，綠色轉型嘅重要性。市民對油價嘅關切咧，我哋要適時去回應。不過所謂有危就有機，我哋要轉危為機。外圍挑戰雖然大，但係我哋做好綠色嘅轉型。咁政府呢方面多年來做咗好多有前瞻性嘅工作，令到我哋可以用更多綠色能源同埋新能源嘅。但係我諗呢一刻咧，大家市民嘅關切咧都係汽車嘅油價。即係去油站見到，可能每公升嘅汽車嘅無鉛嘅電油可能要30幾蚊。咁但係我聽聞話咧，有啲即係人去一啲即係不合法私人嘅地方，但係原稅嘅油咧可能係10幾蚊嘅啫。咁我明白，即係當然我哋梗係想即係入油係安全嚇，咁市民又安全。咁但係即係真係需要咁大嘅差價去營運一啲油站咩嚇？咁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做得更好？市民要安居樂業啦，咁我哋民生嘅工作係一定我哋大家一齊嘅要做好嘅首要目標。嗱，工程建設、樓宇維修、基建嘅質素咧，都係我哋即係息息相關。咁工程界大家都好優秀，做咗好多好嘅工作，但係有啲害群之馬就參與啲圍標嘅動作啦，咁影響可能影響到業界甚至香港嗰個形象。咁所以我個人咧係希望大家一齊去倡議推動刑事化圍標嘅行為。我申報利益，我係競爭事務委員會嘅一員啦。咁頭先講嘅説話係代表個人嘅睇法。金融賦能，我哋要一齊鞏固好香港國際嘅金融中心嘅地位。政府喺國際金融領域嘅措施咧係做得非常之好。咁我睇到我哋嘅財政預算案咧有好多好嘅措施，令到唔單止業界，亦都令到市民可以受惠。所以我好支持政府喺金融方面嘅措施。我想講下北都，北都咧絕對係香港甚至係國家重要嘅發展嘅新引擎。北都絕對唔係一個單純嘅地產項目，而係為香港嘅未來、大灣區嘅未來、國家嘅未來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工程，帶來可以長嘅經濟效益。我倡議咧政府喺投放預算案所定嘅資源裏邊咧，可以考慮點樣可以引導更加私人嘅資金或者係企業嘅資金。我尤其是係想講咧，一啲 pension funds 退休基金，佢哋好多有幾千億嘅美金嘅資金，佢哋都會未必可以直接投放喺北都。咁但係如果北都嘅企業咧，我哋幫到佢哋出一啲債券咧，咁佢哋可以將佢哋嘅錢可以支持我哋嘅北都嘅發展。15規劃咧提到咧，香港唔單止成為一個亞太區嘅法律爭議解決中心，亦都提升為一個由14.5係亞太到15一個國際嘅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中心。我係非常之支持特區政府，尤其是嗰個預算案裏邊咧，進一步去支持咧我哋香港做好調解爭議解決、仲裁呢個體育爭議解決啊，同埋調解專業認證嘅一啲嘅工作。我期望咧政府喺立法過程中可以充分聽取業界嘅意見，確保咧制度嘅設計能夠維持香港調解服務嘅靈活性同埋呢個競爭力。主席啊，香港正處於15開局之年，國家嘅穩定發展係我哋最堅實嘅底氣。我哋要善用自身嘅優勢，積極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嘅大局。本人係全力支持呢個2026年嘅撥款條例草案，亦都呼籲市民咧同心協力支持香港喺創科金融雙引擎推動下咧，與國家同步攜手邁向更繁榮、更具競爭力、更令人振奮嘅未來。謹此發言。